今日是上帝所定的日子，今日也是圣神降临节，所以今日咱要伫个遮，咱来恳求天父上帝圣父圣神降临伫咱即个教会。所以，阮今日咱要收圣餐，甲耶稣有份甲伊做阵祭祷来收圣餐。好，这是咱来吟诗而落，请咱来看圣诗172首，恳求圣神对天降临。修道院的迄个感觉，即首诗歌，上尾啊尾句，咱较早拢是讲三位一体，即是咱拢改做三位上帝。咱若看信息的时，咱会当会特别来甲伊小改一下，后壁尾后的人要看的时，就用个看到即马正确的版本。好，煞遮咱来看信息185首。185首，做坏神，你伫早时。即首咱唱3节，第1、第2、第3节，唱3节。心动。
接着咱来看361首，这首诗歌咱嘛唱全首。这是要守圣餐的时所吟的诗歌，求圣神感动阮谦卑。求圣神。最后390首，390首，这是蔡肯祝福的诗歌，咱唱一节就好。准备心来敬拜上帝。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哈利路亚，称赞上主，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因为伊的慈爱煞到永远。做伙来吟圣诗172首，圣诗172首，恳求圣神对天降临，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犹原徛伫，做伙仰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众兄弟聚集伫遮，做伙敬拜，学努力。主啊，阮伫遮心谦卑，承认阮有罪的本性。主，你知影，阮有时会离开你的道路，无好好用对你来的恩赐，阁袂记得你的慈爱。主啊，求你会晓，互阮为着一切的过失，心内见笑甲忧愁。主，恳求你怜悯阮，教示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一切的罪恶，为着你所疼的囝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帮助阮会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行你的道路。主啊，感谢你赏赐阮主日学教室，甲宣教中心，也感谢你赏赐阮教业的金钱。甲银行的贷款清煞，免阁负担利息。总是即时，教会犹原需要经费来行会友的借款。主啊，求你保守教会的财务，也互会友继续关心代祷甲奉献。主啊，
阮有国中甲高中要毕业的学生，这2天参加高中甲大学的考试。主啊，求你保守看顾阮的考生，将因伫这段日子所准备的，面对考试的时阵正常发挥，也会当考调理想的学校，继续得到造就。这时，阮要照主耶稣的教示，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你的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来看圣诗的后面，启应文18篇，启应文18篇记载伫诗篇67篇，咱做伙来启应。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予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5谷，愿上帝赐福予阮。做伙来吟圣诗185首，圣诗185首，造化的神，你伫早时，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真理甲活命拢是你手事，福分的源头是对你来。阮即时要来追求你所要想事阮的道理，恳求信心充满伫阮的中间，找保惠师来教示，互阮对你的话，灵命得到培养，信仰得到坚固，活出基督的模样。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做伙来读上帝的话。今日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章第1节到15节。以赛亚书第3章第1节到15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看咧，上主万军的统帅要对耶路撒冷甲犹大拄去因所挖靠、所遗忘的，就是所挖靠的美牛，所遗忘的水，拄去勇士甲战士、审判官甲先知、卜卦的甲长老，拄去管50个兵的军官，甲有地位的人士、参谋、高的师傅。行法事的，我要互囡仔做因的领袖，互婴仔做因的统治者，人民会互相压迫，人攻击人，厝边攻击厝边，少年人对老人无礼，卑贱的侮辱尊贵的，人会伫亲族的中间，求伊的兄弟讲：你有外袍，你着做阮的领导者，来处理即个混乱的境况。迄时，伊会大声应讲：我袂当甲恁医治，我厝里无食米，嘛无外袍。恁毋通叫我去做人民的领袖。耶路撒冷已经衰败，犹大已经倒坏，因为因的言行举止，拢敌对上主，反抗伊威严的临在。因的面相显露因无正直。因亲像索多玛顶家己的罪，拢无暗藏；因受灾祸，罪该应得。着甲正直的人讲，因会万事亨通，因为因会享受家己行为的果子。邪恶的人惨啊！因会拄着灾难，因的手安怎对付人，嘛会安尼受报应。我的子民会受囡仔欺压，会互富人管辖。我的子民啊，恁的指导者带恁行白路，互恁行的方向错乱。上主上庭控告，伊徛起来要审判伊的子民。上主对伊的子民的长老甲官长提出告诉：恁吞食葡萄园，恁的厝内有对散车人抢来的财物，恁若遐好胆压制我的子民，恁喙散车人的面，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
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赞。即时要请圣歌队希望诗班用诗歌带咱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你的慈爱洗我清气。即时，请黄春心牧师讲道，题目是社会甲道德的混乱。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生个弟弟。贪多希望诗班带咱做阵敬拜，通过这首你的慈爱洗我清气这首诗歌来带领咱来礼拜。这首诗歌内面真水的歌词会甲咱讲起，咱要对咱的主、咱的上帝遐来得到医治。我想，毋是干那咱个人得到医治，包括咱的社会，咱嘛是需要主来引带来医治。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的时阵，咱领受圣神，特别伫
伫早期初代教会的时阵，当教会在面对伫帝国的压迫的时阵，因会通有迄个充满的勇气来面对。所以圣神降临，这是互因会通有气力。当圣神降临的时阵，门徒甲耶稣的军队者，因领受了后，圣经内面咧描写，彼得踮伫圣殿的门口，互迄个出事着摆骹的乞食会当完全来医治，得到恢复，甚至迄个摆骹的乞食好势了后，就对彼得进入圣殿，伫遐来敬拜上帝。这个事件，这个医治，这个帮助人的事，既然互迄当时犹太的议会出面来阻止，甚至将彼得甲约翰抓去关。彼得甲约翰因伫遐受审判的时阵，伫《使徒行传》第4章19节安尼讲起，因咧讲伫上帝面前听恁，也是听叹上帝是对，恁家己判断。所以，互咱看到圣神是要带来更新改革的气力，特别面对迫害的时阵，会通互因有勇气的心。这个勇气的心，其实伫早前伫旧约的时阵，咱嘛会当看到。亲像先知做时阵，因领受上帝呼召，伊讲主的神临到我。先知是领受圣神来做工。咱若看到以赛亚书的时阵，咱会通知影，先知会通有较尔大的勇气、大胆来批判迄当时社会的对立，甚至批判迄当时政治的腐败，对伫时代提出伊的见解批判，这拢是圣神所带来的气力甲勇气。今仔日咱所读到这段经文，继续是先知对这个耶路撒冷犹太提出这个控诉甲审判，这是接2章22节遐所讲的，恁唔通倚靠会死的人，恁着爱倚靠上帝。这首是一个诗，中文的翻译，咱无法度感受到希伯来诗歌的风格。伫希伯来诗文学的中间，这首诗是非常有文学上的想象力。伊的描写整个的国家社会拢要放弃啊，社会脆弱甲拢要改善。这是因为人的自我中心气杀上帝，整个国家无一个方向，社会无有价值观。致到社会道德的混乱，人骄傲、掠做倚靠的，上帝拢要甲摕走。伫第1节的时阵，遐就咧描写讲夺去，若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讲拿走 ，take away， 摕掉。这个摕掉，就是讲上帝要摕掉犹太一切的罪过，因所掠做夸口倚靠的，上帝要恢复迄个公义甲人民的社会。所以伫政治上的公义，伫对受苦的人的人民，这一切拢是圣经内面的主题，也是先知所关心的。咱首先，咱来看第1节甲第3节这段的描写。这段真特别，这段其实敢若有一个动词，但是咱咧读的时阵，无论是中文的翻译，还是汉语、台语的翻译，拢会当看到真侪动词。伊迄个动词其实敢若第1节遐有讲到夺去，夺去因所倚靠的，因所倚靠的是啥物？这段经文其实是对照咱伫第2章第6节到22节遐所讲的，先知以赛亚用死的满诗，来批判社会的罪恶，讲社会罪恶，掠经济最要紧，满诗，社会
用军事力量，要来烧战争，满是的罪恶，甚至宗教上的罪恶，甚至是气杀上帝，满是。这段经文一讲起，上帝要将这个罪恶拢除掉，要 take away。干那这个四项满是的罪恶要去掉，伫遮佫讲到，因所挖靠的，挖靠啥物？生活的一切，因的食物，因的水，拢要去掉。是啥物情形下底？生活的物件除去，食物、水除去。你可能会去想象到，这可能是饥荒。但是咱若看迄个前后文的中间，咱会当发觉，毋是发生饥荒，乃是敌人的侵略。敌人的侵略，连生活一切拢除去，连水、连食物拢互人吞占去，拢无去。如果咱有咧关心伫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也是以色列拍这个加沙。咱会当看到，伫战争的中间，食物、水拢是真欠缺。食物、水对百姓来讲，迄是救命的物件，迄是一个人权的物件。前几天5月14，我看到伫加沙的所在发生以色列士兵将迄个人道援助的物资，要互联合国。去遐帮助百姓、无辜的百姓的物件，伫遐怎破坏？这是非常恶毒的代志。我无赞成俄罗斯也是以色列的侵略，我嘛无赞成哈马斯的恐怖攻击。因为咱的耶稣基督的教示咱，就爱疼厝边亲像家己，爱人如己，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实践上帝国的理想。咱线遮咱看第20甲第3节，第20咧讲除去，其实原文无这个动词。原文的第20甲第3节，拢讲到一寡这个角色，什么款的角色？有勇士，有战士，有审判官，有先知，有卜卦的，有长老，甚至有地位的，有参谋，有教的师傅，行法术的，等等遮的，遮拢无动词。这无动词，到底咱要安怎去解说？我想有两种解说。第一种的解说，就是除去用头前迄个第1节的除去来讲，除去啥物？连这社会精英、领导阶层，因的生活所需要一切的食物、水，拢除去，连这偷人的物件拢无啊！你会当去想象无？一般的百姓，因的处境会较好也较歹，当然会较歹，因为因是手头无资源的人。所以上帝伫遮爱讲起，这一切的资源、食物、水泉拢无去。第二种的解说，就是讲这的社会精英、领导者会去 take away。除去，安怎除去？这就反映迄当时历史的事件，因迄当时社会的精英受掠到伫亚述帝国，甚至亡国了后受掠到伫巴比伦帝国。咱讲被掳，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较偏向这个解说，讲歼灭，整个社会这个高人拢无去啊！啥物人要带头？啥物人要带头？这就进入第4节甲第7节的诗歌。第4节甲第7节，互咱去感受到整个社会进入迄个无政府的状态。第4节安尼讲起，讲人会伫亲族的中间去求伊的兄弟讲：你有外袍，你来做阮的领导者。上帝要安怎？上帝要用迄个做囡仔的来统治因，这是第4节讲的。
互囡仔做因的统治者。这个囡仔所指的是未成年呐、一个未成年的人检猜还不成熟，检猜血气方刚，甚至有可能互人去使弄。但是一者所讲的，这个婴仔有可能是咧指后来细汉登基的马拉西，这个王马拉西，嘛有可能是小可大汉的约雅敬、约雅金、甲西底家这几个王，拢是伫因真少年的时阵来做王的。犹大国的历史，都是一个不断不断衰败到伫灭亡的历史。这拄拄应验这段经文所讲的，一个囡仔要来带领这个国家。先知进一步来讲起，迄个社会伦理已经失去啊，因为第5节咧讲，人民会互相压迫，人攻击人，厝边攻击厝边，少年人对老人无礼，卑贱会侮辱尊贵的。这就是咧讲起社会上伦理无去啊。社会成做一个咱讲，这个强取豪夺的社会。这款的社会，这款的局面，要安怎收煞？第6节甲第7节讲，无人想要承担啦。有人去互人叫出来讲啊，你有外袍，你来承担。啥物叫做有外袍？其实这个外袍的意思，就是当互咱了解一段经文，才互咱看到两个出现的角色，一个是互人吹出来，要杀出来做领袖。这有两种可能，就是凊彩找一个人，因为你有外袍，就是代表你有财富，你有权力。这款的人检采互社会期待，你就来做阮的领导者。这个外袍嘛会当暗示讲政变，因为外袍也是地位的象征。第2种，互咱看到啥物人去互人杀出来，有人互人杀出来，伊伫遐讲，莫选我做领袖。特别伫经文内面，所互咱看到的，讲我袂当甲恁医治。我袂当甲恁医治。现代中文日本是翻译讲我不能帮助你。这个帮赞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医治。我袂当甲恁医治，因为我毋是医生啊，我无法度甲你治疗。所以这段经文互咱看到，最后是找无人，整个的社会进入迄个无政府的状态。咱台湾过去嘛有即款无政府的状态，有人甲我讲啊，前天就是啊。但是咱去回顾1895年，大清帝国来打败，互日本打败了后，大清将台湾扭出去。日本来到台湾接收的时阵，迄当时台北有李春生，甲一寡士绅，因为着维护台北城的治安，因去家人请日本军进城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因为迄当时台北城已经乱去啊，抢劫、杀人、放火，逐个人秘起来惊吓。所以6月11日。日本军进入台北城，维持秩序甲安定。日本军继续往南，伫台南嘛发生一个事件。10月20日，日本军要拍台南府城的前，台南的百姓，迄当时去恳求巴克的牧师，你拜托你的去甲日本军交涉，和平入城，毋通杀人。迄当时社会是无政府的状态，日本时代的开始，
咱看到南北有两位基督徒的领袖，因承担迄个社会责任，才免致到人民受伫战争。今仔日这段经文，互咱看到，迄个社会已经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但是安怎无人愿意出来承担，无人愿意出来承担，这个社会就会安怎愈败愈紧。同款的，咱现代咱台湾嘛是同款。你也感觉讲台湾是国会的功能无好，政府的功能突出，安尼咱要安怎做？一定是这个选出来人爱去承担，但是敢讲互因去承担就好啊？其实咱人民嘛是需要去承担。亲像10年前太阳花的时阵，日头花发生，嘛是伫迄个中间，政府的功能差不多要互中国买去，人民出来伫遐来抗争。其实这就是一种承担啦。承担是为着要保护，互这个社会有公义，互这个社会会通好好运作。这段经文内面，咱看到，逐个人期待讲吼，啊，你高人，你是有外袍的人，高人，你来承担。现在公民社会毋是高人的承担，是一般人，咱就会通出来承担。咱要互咱的世世代代行伫上帝国的内面，咱就是需要去承担上帝的号召。煞者，咱来看第8节甲第9节。第8节伫遮描写，迄个自我中心的社会政权，犹大国所夸口的一切。伊讲因经济真好，因的军事真强，因自满的所在，这就是安怎讲？阮无需要上帝，这就是对上帝一种的批评。上帝讲，恁的自高自满，上帝要将这安怎 take away， 要甲除去，要甲去掉。第8节伫遐描写会讲到，讲啊，耶路撒冷啊，已经衰败，犹大已经安怎倒坏。这个描写真亲像主前701年的时阵，亚述皇帝。这个西拿基利，伊侵入这个犹大国的情形。迄当时亚述帝国的皇帝，将大多数的犹大的城市拢占领、拢抢，嘛为这个耶路撒冷。亚述帝国的王不但侮辱迄当时希西家王，也侮辱上帝。伫这款的危急的中间，咱要去思考的是啥物？宗教信仰要扮演啥物款的角色？宗教敢会当挽回上帝审判的心意？宗教敢有法度带来改变？今仔日台湾若是拄着这款的情形，任何的宗教敢会通带来改变？咱若看到迄当时回顾第1章11节到17节，宗教敢有法度带来改变？无啦。为什么？因为第1章第1节到17节内面所描写的，上帝在骂迄当时的宗教领袖，骂迄当时所有的百姓。伊在讲，敢讲恁掠准我欢喜恁所献的祭物，我无稀罕恁所献的烧化祭，也是羊的肥的精生。我讨厌恁所献的牛羊、山羊的血。恁敬拜我的时阵，啥物人叫你摕这精生来？甚至伫遐会讲，我嘛讨厌恁伫逐种的献祭节期的中间，迄真做我的重担。恁举手祈祷，我无要听；无论你祈祷偌济，我拢无要听。
因为恁的双手目满满的过，意思互咱看到。因一方面真敬虔的敬拜上帝，一方面却是安怎社会无公道、压制、欺压一寡基层的人，这是上帝所无欢喜的。所以伫第1章16节咧讲起，恁爱将家己洗清气，莫阁互我看见恁的犯罪，停止一切的罪过。17节咧讲起，合实公道，爱伸张正义，去帮助受压迫的人，保障孤儿寡妇，为因辩护。所以到第9节，诗人用哀歌的形态来做宣告，讲惨啊啦，害啊啦，伫遮会讲起，因的面相显露出因安怎无正直，因亲像索多玛，顶家己的罪拢无掩盖，因受灾祸啊，罪该应得。为什么才用索多玛？索多玛受毁坏，是因为因无接待出外的人，因无爱厝边，亲像第1章17节所讲的，因伫遐压迫人民，甚至欺负孤儿寡妇。如果宗教信仰失去行公义、好人民的价值，安尼，这个社会要安怎带来价值的改变？真侪人心酸，讲啊，咱的信仰应该爱有侪人来洗礼，但是洗礼罪，亲像我以前捌讲过，非洲的国家90%拢是基督徒，所以有宣教师讲，非洲的宣教是千里远。但是基础敢怎半寸心啦，敢若半寸。咱是要即款的信仰，还是安怎？非洲有的国家基督徒真济，但是妇女幼园是活伫家暴的内面。我以前捌分享过，我的老母甲台湾教会前去马拉维宣教的时阵，迄个马拉维的妇女是安怎？添一杯水。互牧师是爱用规个器伫遐摕互伊。我的老母伫遐，伊讲，阮的地位就是亲像因的查甫人的地位。因伫遐摕水来互我的时阵，有恁人嘛安尼跪。我的老母看袂过，讲莫安尼啦，莫安尼啦。吼，当然伊是讲台语啦。吼，伫遐比讲袂用的，袂用的，伊家己去摕水来。咱的信仰毋是即款的信仰，咱的信仰若是侪人洗礼，生命深度无改变，这毋是咱的信仰。宗教信仰若是去行公义、好人民的价值，迄就亲像以赛亚先知所批判的：恁献侪，我嘛无要治。煞接，咱来看第10节甲12节，伫遮爱讲起。第10节，伊是一个正面的这个论述。行为正直的人有喜乐，事事顺利，会当享受家己工作的成果。你甲想看卖，你敢是仰望即款的日子？我努力偌济，我会当享受我努力的成果。前阵有一个青年甲我讲：“牧师啊，我要出国了。”啊，迄个少年家伊讲：“我第一次出国。”我讲：“恭喜，很高兴，对不对？”伊讲：“对啊。”我会记我第一遍出国的时阵，迄当时出国嘛是真欢喜，家己去自助旅行。第一个出国时阵是出大去香港啦，迄叫出国。迄当时想要去，因为安怎试看卖，家己去。因为想讲家己开始工作啊，有趁钱啊，趁到钱了后，犒赏自己一下，
出国。真侪人一年透天，兼差你趁钱了后咧，你有可能要犒赏自己。你出国真欢喜，亲像第10所讲的，你这个钱是摕来是安怎正正当当。你喺开的时阵，你嘛袂安怎心内硬咬，讲这钱吼，我是甲人骗的安尼，袂啦。你正当的钱，你来享受你工作的成果，迄是上帝所祝福的。这段经文一讲起，应该咱是有这款的期待。你正做你工作得到的，你享受，这是上帝恩赐。但是今仔日你赚到的，你无法度用。全部被割韭菜了，你要安怎？迄个社会无公义的时阵，就是安尼，欺压受价值的人伫遐受欺压，所以12咧讲起，讲你这领袖无一个好，因为恁安怎，家己嘛唔知影行倒一个方向。这段就问一个要紧的问题：我们该走哪个方向？整个国家的方向是啥物？社会价值是啥物？咱要有啥物款的价值？咱要有啥物款的方向？连兄姐，咱的价值若是一个独裁的国家的价值，这毋是上帝国要束缚的。上帝国是一个掠上帝最中心，毋是掠一个独裁者最中心。上帝国是实行公义、好人民的社会。所以第10节甲咱讲，咱就爱成为正直，这是行公义。咱若无行公义的时阵做歹，迄个歹就安怎会反噬来吞食咱的社会。伫这段经文内面，咱来看第12节安尼讲：我的子民会受囡仔欺压，会互富人管辖。这段经文歹了解对毋对？你看的时候，检查你看无？其实这就互咱联想到，一个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欠缺有金架头担当的领袖，无法度治理，就杀互啥物人？杀互囡仔、妇女。囡仔、妇女是迄当时社会中间上弱势的人，上欠缺资源的人。会通承担的人，我爱承担杀互因，因为囡仔、妇女因安怎？因伫家前努力打拼，因着平常时着安怎？真出力要活落去，但是今仔日这个牛人，毋敢若抢夺因的物件，伫社会无政府状态，因阁无要承担。甚至伫遮批判讲，恁遮个领袖无好好啊领导，至到恁毋知影要行倒一个方向，因为社会上价值混乱，国家失去方向。咱无望台湾行亲像即款，所以咱就爱去担当咱的责任。线接咱来看13节甲15节。诗人伫遮爱讲起法庭审判的一个景象，莫抓准上帝袂审判，上帝会审判。有当时有最后的审判，但是要讲的，现在就有审判。遮会描写上帝已经安怎审查专案，这个案件上帝拢看过啊。伊要起来审判人民，伊的子民，伊的审判对大开始。咱来看14节，14节讲上主对伊的子民的长老甲官长提出告诉，意思讲遮带头的安怎先审判来。社会精英、领导者，若是无有要担起责任，这个社会精英领导者，上帝要审判。耶稣甲咱讲过一句话：恁中间什么人要做大，
都爱做正人的萝卜。但是遮的长老、精英领袖，因是安怎去欺压社会的人民？因欺压人民，抢夺因的物件，毋是干那要无符合耶稣所讲的爱做正人的萝卜，反倒等于因是安怎收割人。其实咱看到台湾，同款有即款的情形。无论是民选的这个议员、大议师，甚至过去也有行政官员，贪污的贪污，占用国土地的、国有土地的，搁要去甲变更，会当真做伊的。都市变更的时阵，会通俗俗啊去买，悬悬的介绍甲卖出去。这实在互人看到，咱的社会甲迄当时先知所批判的社会差偌济，无差啦。了兄这上帝要审判遐用经济手段破坏社会正义、用阶级压迫伊的子民、欺压送乡人，上帝要审判。伫遮讲上帝。用迄个葡萄园来披露以色列人，会指出遮个长老领袖无好好善尽上帝所托付的责任。你原本托付的责任是要好好啊管理葡萄园，但是伫遮你竟然是安怎坚守之道，伫遐欺压遮个善车人。咱最后咱做阵来看这个15节。安尼讲，恁若好胆压制我的子民，掩喙这个善车人的面。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上帝直接互咱看到，伊的心内是安怎弱势优先啦，基层的人民优先。这场审判。上帝要为因伸冤，咱来想看卖这段经文内面带予咱什么款信仰的反省？我想有两个反省，咱会当做阵来思考。咱来知影，咱的上主是优先关心善车人、基层的人民。一个社会要行往一个方向，先知的信息要指出。迄就是咱的价值，咱的方向。如果这个社会是独处的社会、极权的社会，迄不是上帝爱。上帝爱是一个社会会通安怎？你会当正直，你去趁钱，你会当享受。唔干那安尼，迄是较消极的部分。积极的部分应该是安怎？爱去帮赞善车人。爱去看到受压迫的人，敢有法度得到讨棒？我前几天有看到一个报道，真受感动。有一个英国，迄个英格兰有一个慈善机构，一个查某囡仔叫做 Rebecca， 伊的职分是独立家庭暴力顾问。英国有这款的。独立家庭暴力顾问，有拄到家暴的时阵，伊陪伴伊，无论上法庭，无论甲这个行为人伫遐做谈判，这款的，这叫做家庭暴力顾问，是独立的。伫迄个报道的中间，这个瑞贝卡会描写伊。帮助这个受家暴的妇女，安怎去走完整个法律程序，甚至安怎模拟法庭。迄个法庭讲啊，到时法官坐遐，啊你坐大，啊我坐大，啊律师坐大，整个模拟迄个法庭。甚至伫遐讲，法官会可能会问啥物，你莫惊，互伊会当模拟演练了后，然后。佮帮助这个受害者，伊会通
安怎提出伊受到这个伤害，甚至搁爱安排心理咨商师也好，等等遮个，伫案件的中间，互这个受害者有一个支持啊。这个瑞贝卡爱讲，每一遍服侍了后，转去到厝已经规个拢忝落去啊。伊讲，互伊感觉上忝的是司法的制度充满挫折感。但是伊认为，伊较会要继续这份的工作，因为伊上快乐的，就是看到这个受压迫者、这个妇女得到帮助，迄款的讨棒。所以瑞贝卡伫遐讲，当伊家己沮丧、愤怒的时阵，伊讲，上帝将他心碎的事情也让我心碎。就是讲，上帝心碎去的代志，也互我心碎去。伊会通理解上帝甲伊三个弟弟，伊也坚信耶稣帮助伊去救援这个受害者，伊的确会加添伊的快乐，超过伊所求所想的。今仔日这段经文，上帝要开庭，上帝要审冤，要为什么人受冤？受迄个受压制的人、送凶人、散车人、基层的人民，上帝选择穷人优先，对抗迄个独裁，也是讲领导的阶层的人。其实咱若看着圣经，去看出来自己。当以色列人，也是讲希伯来人，面对迄个种族灭绝的时阵，上帝的神临到伫摩西，互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咱看到，上帝敢是甲遮个受压迫的人三个弟弟？是，咱爱有即款的望。因为咱的世界、咱的社会是愈来愈行向上帝国，独裁是对抗上帝，总是上帝伊亲自的带领。这礼拜三，阮的牧者的讲道研讨的时阵，郑老师、陈牧师又分享多，实在太丰富的，包括中南美洲的讨棒神学。安怎上帝通过教会的带领、的同在，才会受压迫的人，甚至妇女神学，过去顶世纪努力的，咱看到，多人亲像上帝所呼召的先知同款，会带领、担起迄个责任，要互受压迫的得到讨棒。亲像咱台湾，咱也期待早一日出头天，这款的期待。第二项要紧的假事是要互咱知影，咱国开专心注意的信仰的核心的价值是啥物？咱的方向是啥物？若无方向，咱是无法度要到伫咱所要去的所在。咱要有一个方向感。其实这段经文内面已经互咱看到，迄当时的犹大国耶路撒冷，其实无有价值的理念，嘛无有方向。社会道德的混乱，因为遮的社会精英无照上帝的吩咐好好看顾葡萄园，因干那为了家己的利益，伫遐来积聚因的利益。去欺压基层的百姓，这是咱的社会所发生的代志。什么是社会甲一个城市，也是讲国家的价值的标准？咱讲试金石啦。这个社会试金石是啥物？咱就爱看
这个社会敢有看顾孤儿寡妇？这个社会敢有关心送乡嫁宅的人因的处境？这个社会敢会当去安怎捍卫人权、民主自由的价值？这个社会敢会当亲像先知所讲的，行公义、好人民？弟兄姊，咱来用信仰的良知来监督政府、监督民意代表、监督立法院的乱象。为什么？因为行色的约翰，伊嘛捌批判希律王，总是伊的批判，伊的言论讲出去，他言论就没有自由。伊无因为安尼，伊就无讲，伊反倒转讲出去。行色的约翰是安怎用死来牺牲？因为伊后来受斩头。耶稣咧，耶稣骂希律，骂啥物？狐狸，骂他狐狸啦。明年是咱基督教会伫台湾宣告160周年。其实160年来，咱做真多迄个社会服务 （social service）， 但是即种的社会服务，敢若治标啦，表面的无法度治本，真正会通治本的。是安怎社会改革的行动？过去伫戒严的时期，教会公布的迄个刊图下底有一句话：时代的米该亚，米该亚先知，这是列王记上的经文。米该亚先知公布定义家己是时代的米该亚，因为迄当时戒严的时期无言论自由，总是咱的教会公布，伫迄个当时会写出批判社会的时局。伫1825期，迄期的报道迄个228事件相关的代志。迄当时，阁有警备总部，就安怎将公布完全来没收。迄当时，阁戒严的时期，伫戒严的时期，敢有法度去游行？无法度。1987年4月初5，上午11点，有7个队伍，这是台南教会公布。顶组成7个队伍，举牌仔、举十字架，游行抗议，讨回教会公报，还我言论自由。沿路伫遐安怎唱诗歌、唱圣诗，行往台南市政府去抗议。因为伤侪人啊啦，掠吼感觉关袂落啦，所以后来政府安怎？伊本来甲社会的教会公布，因家己印的行李啦。时代的米该亚，先知所进行的是监督，是关心社会的方向、国家的方向。核心的价值是啥物？伫耶稣的上帝国的运动，嘛是安尼。耶稣阁加一项啦。教是咱上帝国的核心的价值，所以伊用真侪上帝国的披露，都是爱咱安怎做。至少咱拢知影的，恁中间啥物人要做大，就爱做正人的萝卜。你爱有洗骹的精神，服侍的精神，毋是为着个人，亲像耶稣甲咱提醒的。愿上帝的旨意伫地里，那亲像伫天里，毋是要来累积某一个人伊的名声，毋是，乃是要互上帝国落实伫这个世间。愿主的神诚做咱的帮助，特别是圣神降临这个时阵，咱期待圣神来更新
咱个人也更新咱的国家甲社会，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时代一步一步往前，阮相信是上帝圣神的引带。愿你帮助阮全世界的人民行往上帝国，互喜乐的歌声伫逐所在，互欢喜的笑声充满逐所在。期待上帝国的临到，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请会众起立，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主玛利亚出世，入本由彼拉多领来受苦，领十字架，死埋葬，落灵骨，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那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公共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的赦免。永远的hòa命，阿免。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61首，圣诗361首，求圣神感动阮谦卑，请来吟全首。请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于伊教会的陪参者，按照教会的法规矩来领受圣餐的做阵来守。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对见那归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见那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伫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每一位三个弟弟。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
就是按照使徒保罗所讲的，当迄日，主传互咱，伫主耶稣基督互人骂的迄暝，有摕饼来祝谢。伊摕饼祝谢，就擘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要所基督互人骂迄暝，有摕饼来祝谢，所以咱即时也要照伊的款式，大声来感谢上帝。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现在阮按照你的命令摆设圣餐的宴席，要纪念你永远的这救赎的献祭。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分别阮每一位，也分别这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领受这个饼甲杯，对你神有份伫你身躯。甲保护，因为你恩典的帮衬，互阮会通伫你的内面，心灵会通得到培养；伫你恩典的中间，会通得到成长，通荣光主你的圣名。阮的祈祷是奉国我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呢来纪念我，即时来请服侍长老来到伫台前。请咱接着饼的时阵，安静咱的心来默祷。接着饼的时阵，你会当先将包装来拍开。主要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呢来纪念我。主要所讲，咬喙焦翕目字的人，因要得到饱。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捧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是请服侍长老来到伫台前。咱摕着杯的时，会当将这个包装先拍开，也安静咱的心来默祷。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是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感谢上帝。全能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大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真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也互阮明白你欢喜阮、保守阮。也阮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
就是受祝福忠实的圣徒，是上帝国的后裔。当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献上阮本身做活祭时，求你欢喜来接纳阮，常时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相通，对当以后会通荣光主你的圣名。阮的祈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这时是公祷的时间，咱要为着下面一项代志来祈祷。第一，恳求圣灵感化人心，带来世界的更新。第二项，为着书记儿童营的报名、辅导、义工的邀请。第三，为着总统、副总统的就职、演说。民主、人权、自由，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咱地平执事带咱做结束祈祷。慈悲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足足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上帝，你是全能的神，伫这个沉沦的世界，足个所在，即马拄在经历战争甲其他的灾难，恳求你创造大地万物来作为。会用圣灵降临，显现你的作为，互世人悔改甲认罪，改变阮的心灵，靠圣灵得到重生，互人生充满谦卑、忍耐、怜悯、圣洁甲公义，充满对上帝、对世人的爱，遵照上帝的旨意，爱主爱人，靠圣灵来做主做工。服务来成圣，祈求上帝你的带领甲保守，互阮2024年暑期儿童营的报名甲营会需要辅导的备产的义工的邀请甲招募会用来顺利，大家会用做伙共心来服侍，宣扬福音，荣耀你的圣名。5月20日，新任的总统、副总统要就职，求主利用赐予国家领导者智慧，帮助因会用应对咱时代对民主、人权、自由的挑战，化解冲突。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行伫天里。这一套的交托甲盼望。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用奉献诗来祈祷。请坐，请咱掀开周报，通知事项的部分，我简单报告。第一项，2024年圣灵降临节，甲第二项，香港中文大学重置神学院的来访，请会友家己看。第三，5月20日。上午10点，伫后壁的闭院的教室，邀请罗俊义牧师来讲全教会的讲座，题目是持续来点导伫攀光，欢迎兄弟来参加。第四项，后主日的神学礼拜日，伫后主日下晡2点。伫大礼拜堂邀请曾宗圣牧师来讲，主题是“没事干嘛读五经”，也欢迎兄弟来参加。第六项，暑期儿童营已经开始报名，定伫7月初1到初5来举行，欢迎兄弟邀请国小的学生来报名。营会嘛需要同工甲辅导，请找细方长老甲办公室来报名。第七项，教会定伫6月16号中昼举行福音的茶会，阁有曾宗圣老师的分享，题目是土地公的客囝信耶稣。欢迎兄弟邀请朋友参加。开会的消息，今日下晡1点，伫日矿山教室召开6月16号的福音茶会第1次的同工会，请同工参加。其他的消息，请大家家己看。这是请牧师来补充。而且我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吼，首先来介绍的是黄淑珍，唔知坐一段，欢迎。我遮嘛有看到几位新来朋友吼，咱互相请安，互相祝福，愿上帝祝福咱正大家。做伙来吟圣诗390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请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黄春心牧师祝祷。
全能的上帝，愿你的全能的神改造阮，温柔的神引带阮，恩典的神帮助阮，互阮服侍敬拜你，对即时直到永远。阿门。请坐入岛闭会，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弟，请到礼拜堂外面的雨伞卡。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茶饼会交易。